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7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应许实现的时刻。我们要来看路得记4章第1到17节。首先，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说：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就不说这话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，要再回来，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。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，有一个故事这样说：男孩的奶奶答应送他一本邮票簿，可是过了很久，仍然没有给他，而且也不再听奶奶提起。可是每当男孩的朋友来找他玩，他都把所有收到的礼物一件件拿出来展示，并且总会加上一句：还有奶奶给我的一本邮票簿。男孩的母亲听了好几次，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特别问男孩：儿子啊，你明明没有从你奶奶那里收到一本邮票簿，那为什么你总说你收到呢？男孩回答说：妈妈，奶奶既然答应了，这就等于我已经得着了。母亲听到儿子的回答，就不再说什么，免得伤害男孩的信心。一转眼就过了1个月，邮票簿还是没得着。这位母亲决定要试试儿子的信心，她就对男孩说：儿子啊，我想奶奶已经忘了邮票簿的事情了。男孩立刻说：不会的，奶奶绝对不会忘记的，并且说：你想我好不好先写一封信给奶奶，谢谢她送我礼物呢？男孩的母亲鼓励他：不然你就试一试。几分钟之后，男孩把信写好寄了出去。后来男孩收到奶奶的回信，里面写道：我亲爱的孙子啊，我没有忘记我答应过送你一本邮票簿了。我想按照你的喜欢的样式去买，可是呢，在我家附近买不到，所以我就在其他城市邮购。寄过来之后，还是觉得好像不是你喜欢的那类型，所以我再到另一个城市的商店邮购了。男孩读完奶奶的回信，脸上就显出胜利的样子。他说：妈妈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？奶奶既然答应了我，就等于我已经得着了。男孩的心里从来没有疑惑过，不久，信心就变成了事实。小男孩所拥有的是真实的信心，他从来没有怀疑奶奶的应许，就算这个应许没有立刻实现，他还是静静地等候。信心其实就是把事情交托给主，然后放心来依靠他，因为这位上帝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，就如金句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一样。还记得昨天我们读到一节的经文，在3章11节，波阿斯对路得
回应说：路德，不要担心，你要求什么，我都会替你办到，因为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。就在那一夜里，波阿斯给了路德一个应许。故事的镜头现在转向城门口，从许多就是方面而言，它是城市生活的中心。市民们会聚集在此聊天或执行法院的职责，穷人在此等候周济，商人也在此达成交易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记载，亚伯拉罕在城门从以弗伦手中买到麦比拉洞，哈摩和示剑也在城门的门口与雅各的儿子们协商。当那位更近的亲属出现的时候，波阿斯以友善的口气跟他打声招呼：来，你坐下，一起来坐。然后呢，波阿斯邀请10位长老替他将要提出的交易做证人和裁决。按照古时的习俗，长老们都会回应这种做证人的正式请求，使合约或商业交易生效。这举动使交易具有法律效用，是市民商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此时波阿斯提出一件新事件，是作者一直没有提到的。波阿斯提到买一块地的事情，他对那位更亲近的这位亲属说：好吧，如果你向拿俄美买那块地，那你也应该要娶那位摩押的寡妇路德，这样那块地才会保留在已故的人名下。拿俄美和路德这2个曾经遭遇风浪、被打沉过的女人，现在呢，他们以重要人物的新姿态出现，成为新生的创造者。一场赎回的事件，由2位女人推动这次的赎回过程。而完成这赎回成就的是谁呢？我们好像大都会觉得是波阿斯，结果透过伯利恒的妇女口中来赞扬路德和拿俄美所推动的拯救行动。最后，众妇女给孩子起名，这个做法在圣经其他地方是前所未闻。后来我们看到路德最后不是把孩子交给波阿斯，而是交给拿俄美，而拿俄美把孩子视如己出。这是拿俄美从死复生的旅程，从无家可归回到家中，从绝望中有新生代的出现。我们看见此时的世界变成新的了，人与人的关系改善，一个外人得到接纳，卑微的人被提升，穷乏人被眷顾。其实从路德记这个赎回的故事，带领我们看见，无论是在哪一个世代的人，都需要被赎回。这个赎回借着家谱的延续，要带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上的赎回任务。从耶稣在会堂读圣经的经文时候，把他来的目的已经显明了出来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他照常到犹太会堂去。
他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给他，打开书卷，他找到一个地方写着：主的灵临到我，因为他拣选了我，要我向贫穷的人传佳音。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失明的得光明，受欺压的得自由，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。从拿俄梅和路德经历赎回应许的实现。上帝要我们知道，耶稣来就是要赎回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。路德主动要波阿斯为他赎回，那你是否也学习像路德一样，寻求耶稣为你来赎回，使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位新造的人呢？使你在未来的日子是充满丰盛与盼望的人生呢？我们来默想，路德以行动来寻求波阿斯为他们赎回，你是否也愿意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帮助，让你心中的应许能够早日实现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应许的主，感谢你。我们本来是瞎眼，看不见真理的亮光的。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，是主耶稣你来拯救赎回我们。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你丰盛的应许，这全是您的恩典。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身心灵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不离开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。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